喺去年88太歲嘅時節，發生過嚴重嘅土石流，我都見過會會起漲壓地，當天河壩都以按到嘅沙石頭和黑毛遷走，嚴重威脅到石門大橋、屯戶區、福沙海橋嘅安全。地方向嘅鄉親錄音澄清，希望有關單位盡快去疏通。今晡日，河川區同縣政府嘅人去可能去飛卡咩，我喺百姓面前推來推去，本鄉親看下會了。因為即擺時間到啊，是咪各位鄉親啊有啥物意見？是咪？石門村嘅居民始終對石門橋項樓梯是河川區嘅官員面對面來討論安樣嘅清河壩。唔過村面有請相關單位來飛卡咩河川區人員一開災，當天民眾就談唔落去。橋梁是他蓋的，我萬一是說真的是我來疏通，然後疏通了之後，不能保證說橋梁就安全嘛？啊，萬一真的橋梁壞掉，這個到時候責任會扯不清啊。那推來推去，那推給縣政府，那個要推給那個單位拖下來，你就跟他當橋的老標一樣。河川區人員指出，喺去年飛卡咩時節，南投縣政府已經應承愛負責，檢測南投縣政府真是冇辦法處理，做得行運本河川區進行委託處理嘅程序。在地民眾表示，檢測只要講人嘅行政流程，將來行愛妥結機會，就會開始清河壩。不然的話，就是他用一個什麼樣的形式來委託我們辦，這樣子會比較沒有權責的問題嘛。如果縣府邊講無錢啊，咱河川區政府來處理，這手續來辦那個地草啊。河川區、縣政府嘅、林務局嘅，佢推佢啊！啊，結果我看到佢冇實實嘅書信吼，兩板橋，啊個我個裝頭嘅全部冇換啦。兩板橋重鐵，政府愛加開22萬，係咪講加損失了嘅22萬？加橋喺大地起嚟，我哋有差唔多150戶嘅居民吼，完全都無法度存業。唔過同百姓安全正相關嘅清河壩工作，負責嘅南投縣政府沙槍派嚟一列檢察處嘅肉評估人員來飛卡，物價也無辦法應承。面對出到來嘅預計，石門村民董社會講，按樣嘅政府官員，按樣嘅態度，百姓讓愛憤怒。下個新聞李鳳琪南投報道。